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街访啊，是关于全国客家日的。看完之后，老实说，那个画面真的让人有点心疼。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来好好聊一聊，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文化危机？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心里揪了一下？真的，这不只是说一种语言不见了这么简单。你想想看，这代表的是一整个世代的记忆，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文化，就这样，静悄悄的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好，那接下来这个分析，我觉得用了一个很震撼的比喻哦。他说，客家话现在的状况不只是衰退而已，而是已经住进了加护病房了。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他已经没办法自己呼吸了，只能靠着机器维持生命。这也代表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快要窒息了。你知道生活方式改变，这很正常，我们都可以接受。可是，一种语言的死亡，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你想语言它不只是一些字或符号而已，它是一个族群的根，是他们的灵魂。所以，当你发现这种语言，只剩下在课本里看得到，但在家里的饭桌上，在公园里再也听不到的时候，那它的生命力，说真的，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好，刚刚这个加护病房的诊断听起来可能有点沉重，对吧？但接下来的数字会让你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世代之间的断层到底有多可怕。我们先来看在60岁以上的阿公阿婆这一代大概有将近80%的人客语都讲得非常流利。这就是我们印象中客家话还有很有活力的那个样子。但是你猜猜看，画面一转，来到18到39岁这个世代，数字变成多少？直接砍半，剩下不到40%。这个落差是不是很夸张？还没完更可怕的在后面。镜头再拉近一点，看到13到18岁的青少年，你绝对想不到只剩下11%。哇，11%！所以你看，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你看这张图就超级清楚了，根本就是自由落体一样，一路往下掉。而且文章里特别点出一个很关键的族群，就是30到50岁的这一代，他们被称为失语的中生代。你想想，他们本来应该是那个桥梁，把阿公阿婆的语言传给下一代，结果他们自己也渐渐不会讲了，这个桥就这样断掉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断层？要找到答案，我们得回到过去，去看一段充满了爱，但同时又很压抑的历史。这个人影其实跟当年的国语运动有很大的关系。这件事在很多长辈的心里都留下了一个很深的阴影，让他们潜意识里就觉得，好像讲自己的母语是不好的，是不对的，甚至会觉得这是一种不该教给孩子的语言。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说真的很让人心痛的矛盾。你看左边是阿公阿婆的爱，他们觉得为了孙子好，为了让他们未来有竞争力，最好就是都讲国语。可是右边呢，他们这样做却在不知不觉中亲手把语言传承的根给切断了。这真的是一种出于爱的伤害，对吧？好，讲了这么多沉重的，那还有救吗？有趣的地方来了。真正的解药并不是把客语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放着给大家保存欣赏，不是的，而是要让它活过来，重新回到我们的客厅，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错，这句话就讲到重点了。语言的生命力在于使用，而不是保存。你想想，一个语言什么时候才是真的活着？不是它被写在课本里的时候，而是当你在菜市场听到有人用它喊价，在家里听到家人用它聊天的时候，那才是生命力，对吧？而且其实改变已经在发生了你看这里就提了几个很棒的例子，像是有阿婆不管怎么样就坚持跟孙子讲客语，结果反而让孙子更好奇想去学。还有现在很多年轻爸妈也很酷，他们会用 IG、用脸书、用那种可爱的绘本，想办法把客语带回家。所以你看，那个力量其实就在每一个家庭的手上。而且你知道吗？像刚刚说的这些，每个家庭自己在家里的努力，其实是跟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有关系的。这可以让我们把今天的行动用一个更大的格局来看待。你看这个脉络很清楚。
回到1988年，那时候大家走上街头，是为了争取还我母语的权利，是争一个可以说的空间。但时间快转到今天，我们努力的目标不太一样了。我们是为了存续，是为了让这个语言活下去。所以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开口。所以说这场仗真的已经从街头打到我们家里的客厅了，这句话我觉得超有力量。如果说以前的人努力是为了争一个可以说的权利，那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功课是实践那个要去说的责任。语言的复兴真的它不再需要什么很伟大的口号，它需要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每一次愿意开口说话的那个微小行动。所以最后这个问题，我想留给荧幕前的每一个你，想象一下，如果下一次那个街访的麦克风就这么递到你面前，我们会听到什么？会是一句很亲切的你好，用自己的母语说出来，还是一句带着遗憾的我不会说呢？我想这个答案就藏在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次的选择跟每一次的开口里。